下來繼續來看桃園中壢有一個女駕駛高速弄紅燈，將兩台機車弄飛出去，兩個騎士一個死，一個重傷。講女駕駛真有可能是食毒駛車，唔那肇事逃走，甚至佫企圖要找人來替伊擔罪。車燒籠發出真大聲的聲音，路口就親像是停落來開關，全部車輛規個凍點，就敢若引起事故的烏色轎車駛黃燈加速逃走。時間回顧，案發前路口紅燈已經倒超過5秒，烏色轎車煞無減速，弄紅燈甲兩台奧多擺當場弄飛超過10公尺，互浪費騎車的民眾倒在地。他直接闖紅燈，然後肇事逃逸，撞到2台機車，那個人當場就往生。之前我們也是會去幫忙啊，常常肇事啊，常常會有車禍，已經有往生好幾個。闖紅燈這有啊，5秒全停嘛，大家會搶快。案發地點佇咧桃園中壢高鐵南道和中正路口，早起時間5點外，查某駕駛敢若是食毒駛車，駛真向去弄紅燈，甲反向浪費騎機車的民眾弄倒。46歲林先生正手骨刺當場無開，送到病院嘛是救無活。另外一位20歲查某大生正腳骨刺，規身軀真儕所在刺傷，傷甲真激烈，到即馬閣住院佇咧治療。有2台機車及2名患者，本分隊救護同仁立刻接手其中1名患者。救護車接到報案趕到現場，2台警察車已經佇咧前後警戒，塗骹攏是閃閃落落奧多擺的零件，涉嫌食毒駛車逃走，互浪費騎機車的民眾一個死一個受傷。查某駕駛閣敢若想要找朋友做替死鬼，喊外國案件算是經過真濟工了後才現框。檢警雖然抓到逃走的查某駕駛，毋過攏無對外說明，是受害大生愛閣家己鋪文糾錯。嫌犯敢是有背景的人，檢警必須講詳細。